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了》，我係 Rita 林玉婷。你倆語文呢，當然是介紹動讚嘅倆語文嘅作品、台詩嘅作品，本大家來認識欣賞。喺今日嘅節目當中呢，邀請到兩位藝術家，記得唔係用畫圖嘅，唔係用大家上嘅刀嘅，記得係用鐵錘啊，香港田鑽來做幾多嘅作品，到底係用扮演嘅藝術創作呢？實實來分享了兩個藝術家。首先來分享了係趙才先生，先生好。你好。同大家問好。大家好，我係趙兆才，基本上歡喜來到福氣來了。歡迎先生，接下來也位藝術家安道水賢先生，先生好。大家好，我係徐瑞賢，非常高興能夠來到福氣這個節目，福氣來了這個節目。分享先生，分享兩位啊！剛才您講到，我們是用鐵錘跟電鑽來做藝術創作，到底兩位係做樣扮演嘅藝術嘅創作呢？見到人講，我們講，我們的作品，見到人講就是講動力藝術，有動力的為同嘅藝術的作品。有乜嘅特別就會講，係同傳統嘅繪畫個雕刻來比較，就有一個特色就係一條作品全部會同，佢可能會用自然嘅力量比同，可能風啊、彩啊、水流啊，冇就用人嘅力量去操作，冇就用天、用摩打、用眼睛去比一作品同起來，也係也就動力藝術的有特色的地方。按你談起來，就一個所謂的動力藝術，佢係那生動，也講係那本人講，看到佢就有啲活生生嘅感覺，因為佢會停頓，因為它會動嘛。各位無論用嘅方式，愛本佢轉彎咗，不被停頓嘅動力，談起來實在冇簡單。因為從來知道拿鐵錘同天鑽就對我來講，就是比較困難一點的事情，也講。佢哋都應該沒有特別神奇的事情哈。既然我們講到動力藝術，譬如說趙才老師今日就帶來嘅作品，同大家紹介一下好嗎？從以下看到一個係我當讀大學做嘅，有意思係本來我做一作品嘅，開始時候佢唔會同，咁做我讀嘅第一個作品咧，也人傾時候呢，有一隻人傾就沙就落就跌下來，就同意來。我感覺一當場係一隻細年係世界高嘅一隻細年高嘅玩具啦，就像啊做比方一隻啄木鳥玩具。哦，比方啥咁樣啊，就咁樣見下來，就頭一隻作品開始我就全部就做一樣不同嘅藝術嘅作品。安尼感覺這個趙才老師童心未泯了。安尼手一個動作，冇想到發覺，安尼不如停頓起來，係那神奇。跟水賢先生呢，老師覺得所謂的動力藝術哈，你給它什麼樣的定義？你知道幾係乜嘅呢？對我們來說，簡單的說，其實最簡單的就是說，動力藝術其實它是從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會動的藝術，但這個就像趙才老師說的，這個會動的藝術，它可以借由各種方式，不管是風動、水、電力、馬達、引擎、傳動，但我們在創作的時候會想，這個動它的本身的意義是什麼？所以我把很多的關於生活上面的物件，用動的方式去呈現，其實不只在探討物件本身它的時代的意義，還講了很多有關台灣早期或者是個人生活，每個人不同的家庭生活裡面的一些生活的記憶。其中，比如說像我帶來的一件作品叫8號運輸機，其實這個8號運輸機就是借由一個生活的物件，然後讓早期在台灣這樣的一個生活環境裡面，一個磅秤，借由這個磅秤換各種資源回收的方式，然後換給我們生活的一些想象。哇！但以前小時候我跟着母親就是
在生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常常会用了这样的每一个媒介，然后去换取一些生活的物资，然后但每次我跟着母亲的时候，都会有自己对物件的想象，所以其中一个就是借由这个磅秤所产生所带来的对生活里面的，即便在那个困苦的生活、贫乏的生活里面，有自己的想象的世界。这样，那另外一个呢，比如说好，同样是在过往的年代里面，就是我们有一个像是我们很多小朋友都会有的记忆，很多人都会有的一个记忆，大同宝宝的。也就是说，我常常会借由一些物件。生活的物件，然后去转换成动态。所以当你看到它，这件作品叫记忆的零件，也就是说，我把很多的不同的零件，即便是弹珠，或者是昂阿飘，都放在一个记忆的容器里面。然后当它呈现动态的时候，是一整个系列，然后每一个都像一个旋转木马的方式。这个旋转的动作，其实某些角度其实就在召唤我们对于记忆的想象。这个是很有年代感的哈。对，可以有历史的记忆啊哈。刚刚这个瑞宪老师在讲的时间啊，就想到大家可以马上上网哈去查，好。瑞宪老师、徐瑞宪老师，你就会看到还有邱招财老师，他们每个人不同的背景。像刚刚我看到年公称呢，哈，一杆称载，它承载了一个家庭的生计也好，或者是来偷白款阿婆是那人请呢，可能请盖儿啦，请补给啦等等，它其实是有很多的期待跟很多的爱在里面。所以这个装置艺术，它不只是表现出它的动力的呈现，它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意思哦。所以从两位老师的作品里面，感觉风格完全不一样，可是都好有趣哦。那这一次大家看到先从简单介绍两三项，就会知道案有意思。如果想要近距离贴近老师现在在台湾的作品，我们跟大家分享好消息。却亚哈呢，在台北市立美术馆有一个微田童的艺术会动的艺术，就有包含两位老师的创作在当中，对吗？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亚洲展览有四场，就瑞宪老师和王仲坤、于师傅公演四场的作品都要展览，亞展有其實就會我全部作品全部會同，不過也有4個人的共同點，但是在這之外，其實我們都會有全部冇同樣的發展的方向。像瑞憲老師佢用其他的方式去表達他的人生的經驗，這樣。像王仲坤佢有特別去講一條作品裡邊。這上演去當關心一個東西，本觀眾的感受是什麼？那像於師傅其他作品裡邊就有講到關於飛翔的想象啦。剛剛這個就會有很多，我會很希望透過作品的一個互動的機制，說觀眾可以去操作一個作品，去讓觀眾有不同的體驗。哇，呀哈，有準備一套樣片，請大家來看一下，就會看到家下先生講嘅東西哦。
家將到歡喜來嚟，今日為天通界藝術而同大家哈，建議嘅非常冇強用嘅世界。其實大家平常時都當好搞，今日兩位先生來到節目當中，是同大家好好來搞一下。再次歡迎兩位藝術家，先生好。剛才你看到這個會動的藝術這個特別的展覽特展哦，它的展期一直到什麼時候？一個展覽從去年11月就開始嘅，啊，會展到12月4月26號禮拜日，嗰時候還有一點時間可以看。大家好好把握機會啊，因為哈落到嗰邊，無論大人呀細子全部都動好，尤其生日落去幾日50錢哦，好大家哈會搞到其實搞幾年冇問題啦，哈。而且我家大家看到這個影片當中哈，有動奇妙嘅通力嘅種子哈，請先生同人介紹一下，請瑞憲老師同人介紹好嗎？大家好，就是我稍微介紹一下這一次在美術館這個展覽的2件作品，一件作品叫一種行為，一件作品是痕跡。其實我是用一個最簡單的機械原理，我喜歡用這種簡單的機械原理去呈現出作品跟觀者之間的一個互動關係，然後借由材質本身的特性去呈現出一種機械無法掌控的動態的狀態。像一種行為這件作品，其實我是用了，也許大家印象小學的時候我們用的水桶，鐵製的水桶所呈現出來類似像寄居蟹的這樣的概念。那這個作品其實它是在一個系列裡面呈現的，那個系列叫自身反應行為系列，也就是說，這個自身反應行為是借由作品的動態跟觀者之間產生出一個非常微妙的變化，看似它是跟一個觀者產生了一個對話的關係。但我是想借由這種簡單的一種行為，其實去強調人跟自然萬物之間的生命的一種互動的語言，這樣。哦，然後因為我們一靠近它，這個寄居蟹就會蓋起來。對。其實這個機械其實是借由一個機械很簡單原理，然後跟自由落體的概念，所以呢，這個時間點剛好也許是我們人在參觀的時候對於動態所產生的好奇的時間點切入所產生的一個對話，所以我把它當作這個行為像是一個對我們人跟自然界生命的一種對話的關係。那另外一件作品叫痕跡，其實就像小朋友在畫，在老師帶着去大自然做在做的寫生的一個動作，像是小朋友在畫畫。但有時候你可以看到，越是小時候，我們其實越無法用自視的方式去掌控它。然後，所以這個自視的無法掌控，我就把它轉換到材質，它的本身的一個軟調性。所以，當它機械產生一個慣性出來以後，其實這個因為材質的關係，所以讓它產生一個無法控制的，像是小孩無法控制的一個繪畫行為一樣。哦，因為係講大家有機會落到呢美術館去看呢，是2個手臂嘛，在一個紙材上面用印法。但是他畫的筆觸，他沒有固定在一個點而已，給不給聽筒，給看晒，唔過給喊係安停的。這個好像你可能我自己參觀的時候啊，那可能哈，我忘了出神了，因為我在想，為什麼要做這個東西呢？給記錄係時間，他把時間刻畫下來了，原來時間就在不知不覺當中，它還是存在的，它就這樣流逝了，它會留下點什麼？所以就是說這個痕跡，它的就像主持人講得很好，解釋非常好，就是它融入了一個時間的概念在裡面，所以時間在我們的平常沒有刻畫的時間點裡面，我們其實發覺不知不覺它就流失了。但當我們轉換到機械動力的行為裡面，其實每一個記錄都記錄着時間所代表的意義，這樣。所以蠻令人有深思的。謝謝。哦，真感動讚。該趙蔡先生呢，你嘅作品同大家介紹一下。介紹一下
像我一件作品叫做《转转电力公司》，转天力公司啊，一隻作品係常常係用人來發天，發啲天來本嘅一隻城市的模型來運作。那其實我就看到一隻作品當到像數字咁樣，可以搞到很加標準，也因標準就也列。搞一啲做一邊啊，連到冇打地方，電到嗰度會發現，最後後尾從一開始嘅搞數時都唔會看到模型嘅幕嘅出起來，有燈亮起來，會看到小交通工具開始會停通嘅，這一連串嘅過程其實是一種力量嘅轉換啦。那也希望用咁樣嘅方式來看會。本影想到關於能源的問題。時常就講可能200年以後，迄個某天哈，唔但搶一下就會整下，幾種時可能轉到露頭吧，用發條。某天那個露時鐘嘅乖也可以用。係係因為安尼啊哈，咩本人思考過嗱太自然之間嘅關係。個還有一件很多敲響。各項，有啲作品咧係用到神法地擺，特別係用到嘅杆啊、筆啊、碗啊，係輕輕角度東西嘅聲音，就前啲動作冇同樣嘅筆碗杆咧，然後擺啲都向下，個團嘅鋼琴，然後夾向下兩種冇相關嘅東西夾向下，會變成一種。特別的樂器啦，我感覺咁樣，這是一種轉化的過程，就是當這個我們很熟悉的東西，然後某種系統化，在經過轉化之後，它就有產生一種新的體驗。所以其實我們在你都會彈一鋼琴，唔係像一般鋼琴嘅聲音，佢會彈到像筆嘅碗，都會各幾家叮叮當當嘅響，都有意思。當神奇，因為我自己都現場來有去彈哦，我就會特別彈以後，我就看是不是這個音階就固定是這個罐子，我特別有看，咁係安尼。就前當叫前幾下實習咱掉以來，你實習冇強樣嘅一隻鋼琴碟嘅聲音啊。非常神奇哈！要麼係一個人講原來動力做得安尼高，原來動力可以這樣玩，同神法有關係。哦，同神法有關係，還有一個很多小宇宙。一隻作品，佢特別係同美術國向下來計劃來做出來嘅作品，希望用一隻作品去幫觀眾，特別係小朋友可以。較簡單可以了解一個展覽，動力藝術一個想法啦。嗰時候圖一作品就用到當到先研究嘅東西啊，物理嘅原理啊，你看樣片同時就安尼哈，像機械啊一個原理啊，全部夾向下啊，變成一連串的機關的動作。然後親密呢，我看到一隻畫圖嘅機器，頭畫出一隻動特別的一個圖形啊。因為設計完全就會從一個動作，親密喺 video 畫嘅一個圖，好像是一個聯動哈。對。要就會講到現場有分享過有一個這個也是一個應該講，他也是一個藝術創作者哈，魯布哥德堡。對，他是。佢係一個美國的漫畫家，叫做魯布哥，他是魯布哥登堡。啊，佢嘅作品當有意思講，佢一種畫地擺會有動到無同樣嘅事情發生。啊，有一種當有意思嘅，佢用同詞生命啊，親密呀。過程中發生很多事情，到最後會有一隻刺痛的樹帕準備出來，也等於是，這變成一個專有名詞啊，叫做當這些圖畫變成立體的時候，它就叫做變成一個機器，像機器一樣，它就叫做魯布哥登堡機器。那小宇宙其實是用按樣的方式做出來一隻作品。我知道非常神奇，有人講按簡單的事情，為什麼要把它複雜化，拆解這麼多步驟？你講來點到來說，就是因為這麼細緻、這麼複雜，它才可以創造，也許我們有更便利的生活。
好，我们可能立即可以看到一些效果，它背后需要有很多的努力。就像两位先生嘅艺术创作共用，等下多上来我邀請先生繼續同大家分享，每本大家來感受一下佢哋平常時要結投入佢哋嘅創作哦。大家講到福氣來咧，我係瑞婷玉婷。今日喺節目當中了解了同力藝術種植嘅藝術家嗬，趙彩先生、劉樹賢先生來到節目當中，挑戰起到非常嘅聲勢好高嗬。大家想話很難對來認識同力種植嗬，因為搶高兩位先生，搶高先生，你都非常推薦到欣賞嘅同力種植藝術嘅藝術家咩好，也係講團隊也好，要同人推薦乜嘅冇？趙彩先生、樹賢先生。我想講到同力藝術，我最簡單的入門的藝術家，我想要推薦一個美國的藝術家，叫做亞歷山大·考爾德。給他作品用當簡單的點、線、面、色彩，然後造型，用一種平衡的方式，將這些元素組合在一起，掛在空中啊。頭一掛燈，頭一空間中有作品有風吹過來，家下有作品會慢慢的停頓啊，感覺觀眾頭一看一個作品嘅時間，會感受到時間、空間變化，啊，當感覺一種，這是一個很好的入門的，可以想要了解藝術家，想要了解動力藝術的一個藝術家。剛剛先生你講，本來想到哈，如果我們一般人哈，唔可以按你做按你嘅藝術創作人，我們想要做這個入門，其實甚至人做得突然聲音的，帶着小孩，我們一起來做，是不是有可能？有點像我們做風鈴這樣的概念，幹咩啊？你按你沒做的，對，哦，做喜歡的，然後掛在家裡，變成家裡的溫馨的擺設。對，哦，好，按你做的太，再幫我們說一下這個藝術家的名字。亞歷山大·考爾德。亞歷山大·考爾德，好，大家會記得了哈。各位來唱高樹賢先生，老師有沒有很推薦的，讓大家可以進一步認識動力藝術的？對我影響很大的，就是算是非常早期在做機械動力的一個法國的藝術家，叫 John Dingley。他也算是我們動力藝術裡面歷史，算是最早開始運用機械動力。那以國內的藝術家來說的話，我會推薦大家看年輕的藝術團體叫豪華浪跡工，所以你可以看到近幾年他們有很多在大型展演的展覽裡面呈現出作品，包括四大運的聖火台跟台中花博的聆聽花開的聲音，其實這都是非常尤其是結合到新科技，然後所呈現出來機械動力的裝置，這樣。所以如果各位觀眾有機會的話，其實可以去稍微了解一下這個系列動態的作品裡面的這個團體呈現出來的作品。好，老師再幫我們講一下這個名字，太搞這一起嗎？給法國早期的藝術家叫 John Dingley，Jean，然後Tingley，然後國內的團體豪華浪跡工，就是豪華開朗的朗，機械的機，工程的工，豪華浪跡工，對。推薦本太講，讓大家可以更加了解動力藝術哈。對。剛剛來談哈，譬如講老師一推薦就推薦法國哈，因為老師你那時候是第1名考取，然後到法國留學。但是我知道，其實Andy講每一個人成長嘅過程哈，都會影響他前面的道路哈。像趙彩先生在苗栗台，高地台北讀書哈，個家長我們相認係新竹女中的學長沒有，好米水嘅一路很開始創作。老師像今天帶來這個很童趣的東西，我覺得他就是老師真的童心未泯，而且很多的創意的 idea 在裡面，很多互動的東西。公園看樹賢先生
很多那种很多的思考沉淀的东西在底度。刚刚来看欣赏卡给撑的时间啊，就懂感同，因为好像以前都会跟妈妈特别去做一些回收，反而让你开始喜欢这些老东西，也把这些老东西变成我们的记忆，对吗？我觉得物件在于它本身的时间的意义，就像很多时间能够带给物件更具生命，所以其实包括早期杜象，我们讲马歇尔杜象运用了很多物件在探讨，就是物件本身所蕴含的意义。所以我在运用很多物件的时候，其实我也许是因为很怀念过往的记忆，包括这些物件，所以我会把它转换成就是作品本身在呈现出来的一个时代的故事这样。那我其实也用了很多在这个制作的过程里面运用了很大量的手稿，所以在呈现在以机械动态呈现的过程里面所必须具备的非常严谨的态度，所以其实它里面有很多手稿上面都呈现了就是我们在面对这样的媒材的时候，必须经历过非常冷静跟精密的方式在呈现整个作品的过程里面，但也许这个精密的方式在作品的呈现的结果，我们并没有看到，但在整个过程它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样要非常严谨、很精密的去计算。刚刚如果包含像齿轮好了，它的误差在2/1000啊，这么细微吗？我常会跟学生说。做这样的媒材，其实在每个零件的配置、每个零件的组合的过程里面，我会让学生会先有一个概念，就是当你去看这个1公分里面，我们会把它分成1000等份，这样。那很多零件它事实上是不能超出这1000/2的范围里面，否则如果你误差值太多。其实它最后的呈现出来的结果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这样。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就错。哇塞！其实刚刚廖明先生讲到创作非常神奇、非常有意思、动有想法哈。他讲第一个要实现这些艺术品、这些创作要变成一个成品，背后有很多很多不容易。老师来，先把手伸出来。那不太敢看一下记得给数，你看 Rita 给数哈，我还是有做家事的，好不好？你给我欣赏给数，哇，老师的手是经过很多很多的淬炼。其实，在艺术圈，大家都对他的手是很出名的，就大家握到他的手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安全感、很扎实，就是责任很重的一双手。哇，很多 Angle， 你们的工作室就像是铁工厂一样啊。哇，我们还有照片讲，念了记得做些地方，不是像大家想的吹冷气，你出来画图安内哈，好像这样子很轻松，需要非常有体力，系吗？就是按做一张作品，相对一张想法，给他还有包动多事情会做，我觉得是大量的劳力跟技术的执行的层面啊。像我可能一下我做铁工，我用车床车东西，然后用电焊机都会电一个铁，等一下我又要用机台，用机锯木板什么的，可能又过一下我又要转到用电脑来画个设计图，那它其实是一种高度整合的工作啦，能文能武出众哎。那像我跟瑞线又会各种大用事情想要去搞的做呀。我说事实上过程是会蛮辛苦的，但是其实但是回到我们自己也算是乐在其中啊，因为我们其实也是在享受这个过程。哇，中上鼓励哈，真紧要有这个热情维持创作，对，非常希望做得继续看到欣赏嘅创作哈。睇個掃描查兩位欣賞嘅名去動到其他嘅介紹，包括國內外的展覽等等，有懂豐富啊哈。如果想要更多認識老師，歡迎私訊到福希來啊，大家可以在網絡上再更多認識你們嘛哈，再看到你的作品。像之前我記得公共電視沒有拍一張樣片，
瑞宪老师介绍，刚2年前面有公电视有一个动力艺术的介绍。太好了，大家去底都得扫描去看老师的影片等等哈。今天时间的关系，真的很谢谢2位老师，都会邀请大家一定爱到台北市立美术馆看这个会动的艺术亚给展览，现场包含有你做的本身也来画图哈，还有这个齿轮做的这个很多这个很有趣的装置，嘿，分享大家去聊哦。再一次感谢2位先生，安之谢，感谢所有朋友来收看今本日嘅福喜來咧，邀請大家等下繼續聽先生來做運動哦，張來了。